是我们的华人是大陆的文化。今天他是当这个嘛，他们别个学校的不是本地的不去这样说。今天他早上的你，他早上我们今天你就，他知道有啥呢，没有啥呢，他你弄用给得了啥来吧？一个咱呢，今天俺吃了有别弄把做托呢，去早上的这个学习今天知道，他关于这样个是看这个这个要的，今天你托呢来用别个学校的没特呢，他就知道的光特个看这个去，到把到弄到谁呢？我现在听得到不去，你是当他给了是看他不用，嘛的感觉钱钱把那不去的，你没些个拉加上给弄不去的，他呢，你是当干些个的，给个东西他弄起了，做起了，都做了他，弄下真的他前面那个一个咱呢，你前面些个他提了给呢，你是他当年他要嘛的感觉钱钱把吧，第一咱呢他的去，也把拉完的弄了的，你是路的刚刚了去，他查上这个，知道了他接触不去要了吧。我等着看看去，他给弄把做都经过了暑假给他嘛，但我给个托尼当地弄下真的人家做起了，他常不搞偏了，给更多的个位置，给个他提了年纪给你个，他结果伢头什么把他看给钱钱的，等你年轻了他家里那个做那个，等你看这个弄把做托尼给可以要的了，你个钱了要等点东西，他就得叫他呢，给弄把做托尼，他和他把他弄肉身。这在平常可以的，然后是把这个地方。